各位兄弟，大家平安。好，今日是主日的时阵，咱用虔诚的心来敬拜上帝。上帝啊，你的慈爱遮尔的宝贝，世间人密伫你实骨的顶下，因要因为你的厝的好米得到饱足，你也要互因啉你快乐的河水，因为活命的源头在伫你的遐。伫你的光，阮要看见光，愿你常常施慈爱，互捌你的人。常常用你的公义施予心内正直的人。所以咱看圣诗24首，我心俄勒至关上帝，我心俄勒至关上帝，万民拍拜伊骹的赎回伊滴赦免满满，咱着俄勒来敬君伊。俄勒敬奉，俄勒敬奉，俄勒永远活君王。咱起立来吟全首。
要记民当福山，你我亲心花拜恭敬，言辞何能言不听？阿乐千赞，阿乐千赞，阿乐主名高延华。咱犹原徛咧用使徒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水在圣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比拉多人来受苦，定十字架死，埋葬雷府。第三日对死人中告我上天，他坐伫全能的上帝大殿。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是圣神，我是圣共同的教会，圣徒的相通，罪赦免，肉体告我，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启用，我来启，恁来应。信是对所毋望的事有把握，对无看见的事会当肯定。古早人因为这个信，得到上帝认定接纳。对信，咱知宇宙是对上帝的话创造的。安尼看话得是对看袂到的来做的。对信，阿伯比该应献较好的祭物予上帝。虽然阿伯已经死，通过这个信，伊要地力讲话。对信，伊若无经验死，爱牵线去上帝遐。受牵线，人无搁看到伊，因为因上帝甲伊牵线去。伊若受牵线以前，已经予上帝认定接纳。无信就袂通互上帝欢喜，因为亲近上帝的人一定着信上帝有存在。搁信伊为互祈求伊的人得到报赏。对信，若对还未看到的事有听上帝警告，存敬畏的心，做一只大船救伊全家。对这个信，伊定世间人的罪。搁根据这个信，伊正做伊的继承人。对信，阿伯拉罕受调，迄块要承受最产业的地的时，虽然毋知要去倒位，还搁伊有顺探出去。遐个人通过伊的信，拢得到上帝认定接纳。毋过无得到所应允的，因为上帝为着咱有较好的安排。伊的旨意是爱遐个人，甲咱有份伫即个安排。安尼所信的，才会通完全实现。咱三个来祈祷。天是你的，地也是你的，空中的飞鸟，甲地上所有的万物，也是你创造的。宇宙万物嘛是你的。你的一天是阮的100年，你的真理是永远的道理。主啊，阮常常看无你，骄傲自大，目中无人，无主，欺骗，种种的犯罪，拢伫阮的生活中犯着。主，求你怜悯阮，赦免阮，怜悯阮的无知。阮伫你的面前拍败，求你用你的拐引带阮，用你的真理带领阮的性命。主，阮有欠缺无够的时，
嘛要大声来学乐你，来报扬你的名。阮要用代笔暖绿的时，学乐你的诗歌，用伫阮的暖绿的时。阮嘛要用阿伯拉罕的对你的信心，用伫阮的信仰内底。主，求你看顾阮丧乡的人、迷失的人、困苦的人、失志的人。主，求你用丰富、补充、祝福临到阮的生命中。阮安尼祈祷、感谢，拢是奉靠主的圣尊名。报告教会消息。第一点，本主日是真道新学院主日欢迎秦明胜院长前来讲道甲募款，敬请兄弟踊跃奉献甲代祷。第二，小会公告。第一小点，本会定日本主日甲下一个主日，就是1月19号上午9点10分甲中昼11点20，两礼拜伫教会办公室举行2024年的年度财务检查，敬请各单位的财务人员配合送检。第二小点，本会定伫2月16号主日上午9点举行2025年的定期好会，敬请各单位的事工甲财务报告一定爱伫1月26号主日进前送到办公室来，好互办公室来印手册。第三小点，本会定伫2月16号主日下晡5点举行侍奉者免礼餐会，地点是东方宴餐厅。请各单位的负责人来甲名单用好势，伫1月26号进前往办公室来报名。第三点，本会定伫1月12号下晡，就是今日暗时召开小会，敬请小会员准时参加。第四点，下主日就是1月19号是总会国内外宣道主日，敬请兄弟备办心来传道事工奉献，并且代祷。第五点，本会定伫1月29号拜三上午9点举行2025年的新春青社礼拜。本会各圣歌队甲社青、学青牧区、儿童牧区来献诗。会后有地点来联谊，欢迎兄弟合家参加新春庆团圆。第六点，春节的假期就是过年的时阵，来第一小点，1月29号新春青社礼拜迄天上午6点早天祈祷会，甲下晡就是暗时的8点的祈祷会，搁2月1号拜六青虫，拢暂停就停止，敬请兄弟来注意。第二小点就是1月27号拜一到2月2号主日，就是礼拜就是连续几天，连续7天春假除了1月29号以外，办公室拢无上班，敬请兄弟来注意。具体消息，信望爱册房定伫下主日1月19号到26号，伫教会1楼广场内，甲敬拜中心有在卖福音的春联，敬请有需要的兄弟来选买。第二，上讯本会曾伟民弟兄的爸爸曾凯龙兄弟安孝主怀一定伫1月10号拜五上午9点伫市立殡仪馆祭拜区1号来举行对事礼拜，愿主安慰遗族，敬请兄弟为遗族来代祷。第三小点，本会1月13号到19号，就是拜到礼拜，马来西亚
300个底宣队行程平安顺利达到。第4小点，辅助社伫本主日第2场礼拜以后，在伫地室来召开理监事的会议。第2小点，社员大会定伫下主日1月19号，就是后礼拜下午2点半来召开，来召开社员大会，来下晡就是为下晡1点20到2点50来报道，超过时间就无分无彩券加出席券，请后壁请来家己看第5点，学青牧区定伫2月5号到2月7号举办怎样宴会，欢迎小学生5年以上到社青的青年人来报名参加活动的资讯，咱来看网络顶端。第3，教育消息，咱请陈牧师。咱高雄中的教育部拢有举办这抄写圣经了有抽奖咱教会讲的得了足侪奖也有得14寸的电风快煮锅米酒批真侪，也有迄个体重机啦这有得奖的请去办公室来领取第2就是咱今年的读经运动这个抄这个使徒行传，12月初5进前要到这叫做使徒行传，现在录到是毋对今年是要抄使徒行传咱就要伫正月17去办公室摕这个稿纸要抄写使徒行传以上报告。咱先到圣经约翰福音第3章14节到15节。约翰福音第3章14节到15节，我来读，恁来看。14节，佮亲像摩西举起蛇伫旷野，人囝也的确着安尼受举起，互囡仔信的人踮伫伊有永活。以上上帝话来祝福大家。下落，咱请妇女献歌队。
感谢妇女圣歌队用美好的歌声来阿乐上帝，讲道受信任的相信，受信任的相信。咱请秦牧师。感谢大家平安吼。咱的时间应该是早3分钟啦吼，行较紧。感谢主吼，今日是真道新人院的主日，就是真院长吼是我的新人院的同学吼，伊算高材生，有好的造就吼，得到新学博士，伫玉山新人院吼做副院长，后来退休即嘛伫咱真道新人院吼做院长，带领。今日足欢迎迄个院长娘吼。后壁面吼，咱嘛拍拍欢迎吼，伊陪迄个院长来吼。今日拄啊吼，即个读车读甲吼，伊车停中行过来，遮佫无熄吼，真感谢伊吼。咱将时间吼到迄个陈院长来。主内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久久无用台语吼，可能不是很顺畅吼。来，感谢上帝啊！我会当代表学校来恁中间按恁请安啦，按咱大家请安会当伫遮来分享上帝话除了感谢牧师甲小会，也感谢上帝，伊的圣心的同行甲同在，所以互我会当有勇气，勇行，来伫咱的面前来分享上帝话，开始请容许我来做一点点的报告伫这个报告真道城伊目前阮需要咱大家来带导来关心城伊主要的学生是牧师甲传道师来做进修。目前的学生大概有116个大概有60个就是牧师甲传道师做一个一遍来进修当然是这牧师大概有24个是原住民29个是本地24这个学生当然是对教派会较济有的是独立教会伫城伊来受造就。当然，这主要原因就是牧师对城伊毕业了后5年、10年咱上帝话是随社会的变化有新的亮光有新的这个上帝启示随时代的变化有另外新的光照伫咱对会友所以无造就比较较困难所以这是目前都是24个是原住民，29个是差不多买60个其他可能有5个、6个是读这个教牧硕士这是真少，因为因拢是神学士毕业了后佫读一个教牧硕士这个普通拢是独立教会较济，因为教派拢是大学硕士这是独立教会的牧师拢是差不多是这个神学士毕业的所以这是阮较比较重要的当时对原住民来讲有24个是来自比较弱小的教会，其中有一个是牡丹迄边的伊教会互伊1个月18000所以
所以伊来读册是较困难啊。所以阮有提供一门课啊，本来是我们要收14500，那我们就收了10500一门课哈。所以减少就是3500啊，减少3500的时候10个就是差不多就35万了啊。如果50个人的话，我就100多万哈。啊，这是好好爱分担，爱用教会来募款啊，所以慢咱来关心这个代志吼。这是非常重要啊。另外就是因为真多城伊无属靠派不属教派嘛所以毕业的学生有会去灵粮堂到巡礼会然后到这个行道会有的是到喜信会，然后传道会当然还是有到这个独立教会嘛有所以这是非常特殊的特殊啦我伫玉山城伊咱是咱丢了教会学校，所以98%差不多拢都到教会去都到长老教会这真的是无同款去教会差不多是30%另外一个30%呢，可能要去开拓教会所以我来真道到现在才第6年已经有开拓教会的学生毕业的，已经有7间教会了所以因为开拓的一定要开拓另外40%可能就会在协助教会的工作帮忙教会有的是变做一件是老板可能是早餐店的老板了来读城伊毕业呢，伊不是只有老板而已，他也是传道人另外有一个是巫牧师伊是做那个萝卜糕的他有员工有20左右也是小小的那个萝卜糕他就读了神学以后呢，就把他的员工20几个呢，就把他传福音然后呢，礼拜日嘛有组织嘛，有组织。这款的是阮真的城伊非常特殊的非常特殊请人关心来为这城伊来祈祷昨我参加白关圣牧师伫台东的布农部落应该大家有去过吧布农部落刚好是长老教会的牧师刚好届龄到70岁了所以昨天举办一个退休感恩礼拜我甲牧师娘做伙去礼拜中间呢柯牧师有讲到伊的结论讲相信耶稣的人伊所做的工课应该是带给众人喜乐和盼望相信耶稣的人伊所做的工课应该是带给众弟兄姐妹非基督徒能够有喜乐跟盼望因为白牧师伫遐已经40档起初伊是呢伊是营造教育营教育营迄阵40年以前原住民爱考上大学是不容易的事那时候他就举行这个教育营的这个工作重视在那里，所以当时有很多高中毕业国中还是高中毕业了后，会当考到好的学校了后呢，会当考上这个公务员考上这个更好的这个职分所以他讲这一些那么然后呢之后他又看到有一些时代的变化，后来原住民的斗气因为劳工
外籍越来越多，变成台湾的原住民开始失业了，失业吧，所以呢，他就开始购地啊，然后就增加好几甲，然后他们就做农业休闲，变成布农部落休闲农场所以他们就做这些，然后加工啊，然后这些外面的人失业就回来部落，然后就参加这个农产品的那个加工的部分，还有种植萝卜、种植什么我想他们就会到部落所以帮忙这些失业的人呢，能够回到部落来工作。所以他所做的呢，很显然就是带给部落的人那种喜乐跟盼望嘛所以这个科普书安尼讲如果叫咱今仔日所看的圣经节，有影是安尼，14节、15节，耶稣受定第十日虽然咱圣经节是摩西伫旷野怎样举起一个铜蛇人子耶稣也照安尼来受举起。这是耶稣，很显然是耶稣要被钉在十字架嘛，对不对？被钉在十字架呢，然后就带给我们世人有那种喜乐跟盼望，不是吗？好，是啊。所以呢，清楚，咱相信耶稣的人，一定咱所做一定要带出那种给人家一种喜乐跟盼望才是相信。所以我今天这个信息的题目就是受信任的这个相信嘛，受上帝啦。我相信跟认同你的相信啦。那当然，为什么耶稣伫遮讲起这款的，特别是约翰的立场的所看，因为我们再往后面一点，16节，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所以呢，赐给对当时当时的领受上帝话这的人当时呢，因为有一个传统，因的传统就是上帝听以色列人，甚至将伊的律法授书给因上帝听以色列人，甚至将伊的律法授书给因。伫遮无同款，这是上帝听世间人，不是以色列人尔，甚至将伊的独生子授书。所以这个伊的做法，就是不是带出这个喜乐给以色列人尔，是世间人。这世间人，咱去刷落去到17节，世间人拢是罪人呢。让这个罪人不被定死，相信就会得救，就有永生，有带出那种永生的盼望、喜乐跟盼望。所以伫遮通过这个约翰的说明，将这款的所带出的喜乐的范围呢，开阔，对以色列人呢，开阔到世间人，对这个宣明开阔到罪人所以咱清清楚看到约翰来见证耶稣就是安尼。那所以为什么耶稣甲尼哥底母伫3章第1节到第4节，耶稣特别伫第3节讲你要重生为什么爱重生？因为他的相信太狭窄，跟他以色列人。我都开阔到世间人甲罪人为什么耶稣会爱天头师才会当进入天国因为伊相信无付出，跟他接受
对上帝的喜乐甲愿望，伊无付出啊。好上帝相信甲认同的相信，毋是只有接受喜乐甲愿望，你爱付出啊，爱付出，亲像上帝共款啊。上帝疼世间人，甚至将伊的独生囝，互罪人。咱知咱做父母的，咱无可能将咱的囝送互歹人啊，将你的查某囝送互罪人啊、歹人，咱毋敢吧？所以完全上帝是付出的，伊将伊的独生囝互世间的罪人的，伊无得到什么好报呢？没有得到相对的福气啊，所以伊敢若付出了。所以真清楚，布农部落屋能够带出那么多的喜乐跟盼望，特别是对当地的原住民的喜乐跟盼望，背后大家忘记的是白牧师的爸爸将他的两甲地捐献给文教基金会。两甲地呢不容易呢，牺牲呢，他牺牲把他的这个土地捐给文教基金会，所以白牧师才会当伫这个土地的顶面来做教育营，来做那个什么萝卜的加工区啊，他才可以在土地上面来做，然后还有舞蹈啊，还有那个咖啡屋啊，在上面才有，所以伊完全是付出，背后有一个付出的人，才会当带出那种喜乐跟盼望。所以咱做基督徒呢，咱的相信，袂当停留在只接受耶稣的祝福，接受耶稣的平安跟喜乐，我们也要学习背上帝啊。咱教会100几年来，咱拢差不多，咱拢是我毋是讲应该是大部分啦，毋是拢总的教会，大部分的教会，伫圣诞节的时候，咱拢真快乐啊，因为上帝收赎咱伊的囝，所以咱庆祝咱送礼物咱接受礼物这样，总是教会差不多拢是互相嘛我送。不管是什么样的礼物，伫教会可能是用抽奖的方式总是你抽到了，那我也抽到你的，那也是互相啊。教会伫圣诞节来讲，拢是互惠，咱拢是来我们摆宴享，请求内埔长老教会，我摆了35桌的那个宴享所以大家都是在那边快快乐乐接受这个耶稣的降生。这种接受已经100几年啊，教会敢会当伫圣诞节时扮演上帝的立场做牺牲啊，没有互惠，完全徛伫上帝来付出啊，所有的礼物基督徒就不要拿，完全送给没有相信耶稣的这些外面的人，全部给互遮的人会当接受这款的礼物，咱的关心，咱的帮忙，也会当得到喜乐甲恩望啊！我伫美国读
读册迄个时阵，已经久啊，已经20几年了。不过，我觉得那时候我伫学校附近有一个教会吼，我有时受邀请来讲道。迄阵遐牧师甲我讲吼，等一下哦，礼拜完毕，你不要马上离开，那我们要为一团的人哦，那我们要为他们祷告这样。然后呢，好，不要紧，我就预备了。要他们礼拜完毕就为他们祷告。他们祷告呢是要到那个到一个灾区了，灾区呢要去帮忙，要去修复那里。刚好正圣诞节的时候呢，教会派出一团，我看差不多有20几位，快30几位。他们这些人要完全到那个灾区那边，要去毁坏的房子呢，要给它修复，好，然后在那边将近2个礼拜、3个礼拜安尼，所以安尼完全的付出的是那一些在伤害中、苦难中的这些百姓，在圣诞节哇，就看到这样的喜乐跟盼望我就是这是符合约翰福音的神学，符合这约翰的教示，好，所以受上帝的相信甲信任的相信，是应该是完全照被上帝伫圣诞节中，所以圣诞节中上帝的牺牲，圣诞节中上帝的亏损，符合这款的教示甲神学。所以呢，这尼哥底母为什么无法度受到耶稣的相信甲认同伊的相信，就是因只有接受尔，伊无法度付出。伊的相信呢，完全是叫因果关系啊。来，那如果我们来看的时候呢，我们看一下那个尼哥底母来第3章的第2节这人夜里来见耶稣说：“拉比，我们知道你是由神那里来做师傅的，因为你所行的神迹，若没有神的同在，无人能行。”然后呢，我们再看第4节，尼哥底母说：“人已经老了，如何能重生？岂能再进母腹生出来吗？”所以这款就是因果。耶稣若无加信者，你不是对上帝来的师傅因为你是对上帝来的师傅因为你会当加信者，所以呢，你对上帝来的，所以这款的信用呢，是上帝无法度相信甲认同。咱怎样理解有这款的道理呢？来，咱看第2章23节、24节，23节、24节。当耶稣伫耶路撒冷过活节时，有侪人看见伊所行的神迹，就相信伊的名。第24节，耶稣却不将自己交托他们。耶稣无法度相信甲认同这个人，所以伊无法度将伊的家己的全部交托互因伊无法度相信，所以尼哥底母的相信是安尼，所以无法度受到耶稣的相信甲认同，无付出、无牺牲的信用，无法度互上帝受到上帝的相信甲认同。所以我们要如何呢？才被上帝所相信？只能付出了。只能付出，
亲像什么人呢？咱看第四章，第四章呢，咱看29节29节吼，第四章29节吼。你们来看，有一个人将我素来所行的一切都给我说出来，莫非他就是基督嘛？这样29节有一个付出来，咱看到伊的付出是啥物呢？来，咱看第28节迄边，耶稣吼。来，那个26、27来，当下27节，当下门徒回来就希奇耶稣和一个妇人说话，只是没有说你是要什么然后呢，28节那妇人就留下水罐子，这样就留下这个水罐子，伊牺牲，将伊的水罐子放在这个水井旁，水井旁，他放在水井旁呢，那他就没有带回去，他没有带回家当然他的家人就口渴了一天，他的家人也没有办法，没有水，也没办法煮饭，所以呢，这个家人就挨饿一天了。所以，一个妇人，伊有牺牲，伊有付出。亲像被上帝同款，伊牺牲，然后带给他的社区的百姓也有那个盼望跟喜乐所以伊的社区的人第30节迄边30节，众人就出城往耶稣那里去，所以众人拢总去耶稣迄边。所以，这妇人付出了，别人无看伊的以前的婚姻的失败，伊捌结婚5摆，离婚5摆，伊甲现在做伙毋是伊的翁，总是为什么众人也会当听伊所讲的话，众人拢照伊的话对社区出去来看耶稣。因为伊有牺牲这水板留伫水这边，他没有带回家，让这个家人呢也是口渴，然后挨饿一天证明伊所讲的是真的所以伊有安尼牺牲阮真多请阿姨在11月。大概应该11月吧，11月我在真道神学院当院长，也面临了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刚好发不出这个谢礼了我那时候真的是很着急，那怎么办？那我也打电话给恁的牧师帮忙求救我那时候也是那后来他也说 OK， 我想办法看看这样我嘛是打电话给差不多6、7个了，总是我打电话了后呢，然后我还没有收到他们的捐助意见我已经问了，我们有两位的同工，因为我们在领这个社礼有11个光教授跟执管，我们有11位嘛，我就找了2位，那我就先问那个耀宗牧师牧师，谢虽然11月我们发不出薪水，你愿不愿意跟我一样？我学习就要不要跟我一样？11月不要紧，我们就把它延到12月
他说我愿意啊，这样，院长我愿意，没有关系，我可以稍微牺牲一点，延后一点这样。哎呦，我听了，我非常的安慰。这个钱没有来，他能够在11月不领没有关系，延到12月这样。但是我跟他讲，小职员不能不给。我院长，我再找另外一位，他说不要紧。所以我们这个3个这样一来的时候呢，哪怕有一点点来，也可以。刚好你们的牧师，然后呢就可能讲了那个高雄的更生，然后他们就把那个5万块钱就拨到学校，然后还有一个弟兄拨了1万块，另外有一位是3万这样，那另外又有一位3万块钱，有一位2万这样，所以呢，我就非常的安慰，因为我的团队里面就有愿意能够牺牲一点的，所以如果我们从这边来看呢，这是符合约翰福音所说的，相信上帝就有永远的生命的盼望，得到永生啊！所以相信伊的成分，不是干那接受喜乐跟恩望，爱参悟付出，才会当互上帝的福音。福音就是如此，福音就是给人家喜乐盼望。福音它也要牺牲，才可以成就神的救恩在我们当中。我们来做低头祷告。天父上帝，感谢，通过短短时间，我会当伫遮将白牧师来见证，要将你的话对约翰福音，互阮来理解。是啦，上帝，你过去，你只有听以色列人，你将你的律法授予互因，总是你要开阔你的关心，你的听，爱拯救世间人，所以你授予你的独生子，互世间人。总是阮常常忽略，这个喜乐甲恩望的背后，就是上帝你大牺牲。主阮教会应该爱学习，怎样伫这个接受喜乐甲恩望的福音的背后，我嘛爱做，我来付出，互你的福音通过阮每一个人，通过教会，更加显明上帝你的福音就是拯救世间人。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接续咱来回应诗622首，至大上帝愿你带我，至大上帝愿你带我，稳过这是旷野地。我真软弱，你大宽能用手牵我，无犯罪。天的美娘，天的美娘，求你日日养饲我，求你日日养饲我。咱起立来吟全首。要求你演出，抓我头尾。
那这，那这咱感谢上帝吼，今日咱有听到真理长吼伊做教授吼，讲的圣经吼，真正有真侪好的启示吼。上帝疼世间人，甚至将伊的独生圣囝主耶稣赏赐予咱，互信伊的人袂沉沦，会得到永远活。原来是讲干呐，上帝疼一切的人吼，甚至将伊的律法赏赐予因，互遵行伊的人会当得到救，还是得到永活吼。人若无定立死，袂当入上帝国。上帝国就是，毋是干那以色列人，包括外邦人，所有信的人，无分族群，无分邦国，无分教派，上帝国是足开阔的。耶稣咧讲的就足开阔的，尼哥底母就感觉听无啥理解，因为拢活伫伊的传统内底。兄弟姊妹，咱感谢主，咱教会是毋望咱拢定头先，拢进入上帝国。上帝国哦，毋是干那咱，是所有信的人毋是干那咱会得救，逐个人上帝拢疼。所以咱会当诚做传福音互所有的族群，咱会包容所有的族群咱嘛包容所有，既然是耶稣基督的教会，其实咱拢是耶稣基督的教会，拢一家人。所以咱也是会当近的所在、远的所在，也是去传福音真道新人伊是超教派但是感谢主嘛是有真侪长老教会有原住民会同工去接受训练真理长伊也足努力、足拍拼但是因是较辛苦咱有一个教派，就是讲那个这囝都有迄个富爸爸通安尼照顾迄就免烦恼了你若无都爱家拍拼所以咱感谢主咱教会会当有分，会当关心第一真正做院长诚辛苦，薪水若发不出来担头足重咱望下这会当贴心来帮咱真道新人伊，互因伫即个培养工人拢会当真顺利啦咱即个时阵咱来祈祷，咱也为着真道新人伊。因为欠过需要祈祷，嘛为着咱的联络的祈祷、三体祈祷，为着咱的沙巴的地选队，拜到礼拜日牧师甲牧师娘拢带队要去迄个巴腰族的难民中间来甲因服务为着阮祈祷，咱也为着教会伫新年，咱即马过来也要举办贺会，也有侍奉这边的参会，也有即个正样的宴会，也有儿童的在家成果发表会求上帝拢带领咱嘛为着咱的国家祈祷看见伫国会、伫行政院拢有真侪对立条约的政党有真侪无共款的想法，但是只有就是讲爱定头先啦，入去上帝国啦，超越我家己的党，超越我家己的利益，互上帝的心意会当成就伫咱中间啦。现在咱只有是爱挖靠上帝，爱祈祷好，咱大家出声来祈祷。主耶稣，感谢你，互阮今日会当做伙来敬拜。虽然天气寒冷，上帝你互阮的心有烧热，主啊，阮会当听到主你的福音，知影上帝你疼阮所有的人，什么款的人你拢无看见，什么人你拢疼。主啊，你爱每一人拢得救，无爱一人得落。主啊，多谢你，互真道新人伊会当培养更加诚心。会当来，互上帝你使用，主啊，会当复兴上帝你的国度，扩阔你的国。主啊，阮也多谢你，互阮的教会当去到沙巴，地选追求你也同在，望阮所做的拢得到你欢喜，保守阮一切拢顺遂。主啊，阮也为着教会进入新的年，无论阮要调几号会，侍奉这边的参会，阮也要有青少年的正样的宴会，还有儿童的成果发表会。拢是要来栽培人，要来激励人，互足侪人会当受兴起，会当有份伫你的国度。主啊，互教会会当得到复兴，互你的国度会当得到扩阔。主啊，阮有软弱的肢体，特别伫即个寒冷的冬天，
看顾阮的长辈，伫治疗讲的，伫癌症治疗的，主啊，你的医治的手骨田的身躯顶，主啊，求你互软弱的得到勇壮，病痛的得到医好。主啊，我也为着为明兄弟的爸爸安息已经个别是办理完毕，求你安慰为主，求你甲面同在。亲爱的最后说，阮踮伫台湾美丽的岛屿，但是主啊，阮也是袂当超越阮家己的一个意识形态。主啊，阮若无顶头是真的美国，阮就袂当开阔。主啊，阮袂当用你的心做心。主啊，就有足侪冲突，足侪对立，总是主，阮也伫你的内面。主啊，阮会当超越，阮会当搬过。求你互阮的执政掌权者，拢会当看见你的国，互因拢会当改变，互因拢会当顶头生，互因拢会当明白上帝。你讲有上帝来智慧，会当互整个国家行更加光明的前程。最后说，阮感谢你，阮学了你，祈祷感谢靠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奉献，咱请这书来服侍。那即咱有即个奉献录吼，请咱尽咱的快乐咱欢喜有份伫即个培养上帝工人的工程毋望有侪优秀好的主的工人受兴起，毋望真多新行医也会当办好即个新约教育的工作，也会当祝福伫毋但咱高雄各所在那本地教会、原住民的教会，拢会当平平得到祝福。咱起立来吟奉的诗。创造宇宙万美的主啊，阮伫遮感谢阿乐你，感谢你赏赐万美，互阮众百姓有欠缺得到补足，有夭夭的得到帮助，有困难的得到智慧。阮用信心的奉献，求你来接纳主，求你来保守看顾，真道新学院未来一切。感谢你，阮用奉献来做。你赏赐的福气的回应，安尼恳求感谢祈祷，拢是奉靠主的圣尊名。阿门。祝福车肯399首。上主大仁爱，念你心。主也听，为是看，甲你应同在。我主也敢面求你，应主的宽待相信我受你之心，感应世代。上主大仁爱，应念你心爱。主
诚心好修你一世高言世代。祝祷。愿上帝在耶稣基督里的十字架的牺牲所带出的转换力量、更新力量和提升力量，以及上帝透过圣灵的同行跟同在所带出的修复的力量、和好的力量跟分享的力量，与我们同在，从现在起直到永远。阿门。阿门。请坐，闭会。